阿米啦，你在煮啊？该很香啊！哎，我昨天在餐厅啊，有吃到米色啊，它是我们哈嘎很传统的哈嘎条管桶啊。我现在正在牛刀小试一下。哇，哈嘎条管桶啊！我想到那个酸干的梅，我口水就流下来了。我超爱吃的。嘿嘿，待会我煮好啊，你就有口福喽。真的吗？看你平常也没做菜，会不会失败啊？会不会只有香味没有美味啊？应该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我这里面放的是这个挑管老排骨的、啊，放在里面熬很香。哎，既然是熬汤，不然这样啊，我们就放它自己慢慢熬，我们去外面休息一下好了。我看还是不要好了，因为大师讲，我们离开那食物太久的话，万一烧起来煮干了的话，会火烧风呢。这样啊？哎呀，不是按定种啦，煮个汤而已耶。啊，两没有都紧张，两还生意，还来生意得还好啦。这样啊，好吧，算你赢。那我们就不要离开这个纳什鲁，不然我们就两个都在这里站着。好啊，那你那个汤还要煮多久啊？这个啊，我看看哈，我想大概在6点钟啊。大概2点钟，那大概汤会煮按久啊。然后你够烧的啦，这个在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先帮你找碗，你给不安定来不会？就在那个你最做树下的那个葵叶啊。哦，可以，你的汤匙呢？同匙呢？同匙啊，同匙就脱一烘啊，里面就可以看到同匙了。好，我去拿。好。不错嘛，所有东西放得井然有序，一枪样哦。马嘎俺都一穷庸啊。其实我对烹饪是很有兴趣，而且也很拿手的哎。改天我找几个朋友来试试你的手艺。哎呦，考我？对，我告诉你，到时候啊，我可以这个炒个菜呀。萝卜洗卷软啊，再来一个擂炒给大家吃喝啊，难不倒我啦。这样会不会叫客家的料理吗？会不会难度太低了啊？哎呦，不然呢？你应该做点难度高的，要考我的功力就对了。没错。那我就要先拜师学艺了。你看我们汤已经快煮烧焦了。我看。哎呦，很红啊！我们这很红的哈嘎挑管桶啊，所以各位。一定要一边后哈嘎发，一边还可以认识哈嘎桶哦，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客家挑管桶，客家挑管桶，雅士路，金装，生意。